我可不希望这件事是你莫府做的，更不希望你莫府毁在我的手中。多谢王爷，此事绝对不是家母所为，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背后信口雌黄，还请王爷告知，义山要和他当面对质。是柳明月，柳明月替本王治病的时候亲口告诉我的。明月山庄居心叵测，您断不可信他的谣言。难道您忘了，是他们刺杀的不弃，柳青梧至今未抓捕归案。那件事还没有查清，不要再提了。当然，本王也不会听他柳明月的一面之词的。不过，他以治好本王为条件，想要官银流通权，我已经答应他了。王爷，义山，你放心，如果他柳明月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听他摆布，那就错了。我不会让他轻易得到官银流通权的。王爷英明，如果有什么需要义山做的，请尽管吩咐，义山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要你押上墨家所有的家产，抬高标银，要你耗尽柳明月所有的现银。义山无能，此次无法得到官银流通权，但请各位列祖列宗放心，义山一定会将莫府发扬光大。总有一天，我不仅要做商贾之流，还要登堂入朝，这样才不会受其他官家欺负。我一定要将莫府立于不败之地。秀春，秀春，秀春，雷克大哥。雷克大哥，来都来了，还悄悄点了灯，为什么不愿意再见我一面呢？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的身体才来的，我猜你肯定也是喜欢我的，对吧？要不然为什么你又要躲着我，又忍不住要来看我呢？啊？我知道你还没走，灯才刚点上没多久，你不出来，我就一直在这等。
脾气很倔的。小时候我闹脾气，整整2天都不跟九叔说话。后来还是九叔装病，我才理他的。莲一科大哥，你终于可出来了！你再不出来，我就真的撑不住了。你身子弱，不该这样折腾自己。没办法，谁叫我喜欢你呢？莲一科大哥，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我只是担心你。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你也喜欢我呢？我真的很喜欢你。夜风寒凉，你该回屋歇息了。不可能，一定是我搞错了。可能是练武的人手都容易在同一个位置受伤，一定是这样的。啊，灯，我的灯呢？灯旧了就丢了吧，旧物总是要扔掉的。旧物像旧人，九叔、表哥、大哥，哪一个是能随意丢的呢？也只有我，像个浮萍，一会儿待在莫府，一会儿待在王府，也许哪一天就都待不了了呢。身子弱的人就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休息。谁也不会丢下你。我答应你，等你好了，我还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你上次说要让我看你的真面目，我没看，但我现在想看。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样子。但是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而已。我想看。等你好了，我会再来找你，到时候亲自接下来。你好好休息吧。
谁呀？这么晚了，开门！谁呀？这么晚了，你拿酒来！你又怎么了？大半夜的，又跑我这儿来？少废话，把府上最好最贵的酒拿来，还不快去！行。行了，别喝了，就算是药酒也不能这么喝呀，更何况你身上还有剑伤呢，不能喝多。把酒拿来！你不能再喝了！我让你把酒拿来！你不能再喝了！把酒给我！别喝了！别喝了！我让你把酒给我！你不能喝了！你身上还有伤，你不能喝了！这回没得喝了吧？父王找了这么久的私生女，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我遇见呢？狗屁陈公子！就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大、嚣张、讨厌的人。我好喜欢你啊！我能不能嫁给你啊？父亲，你不可以喜欢我，我也不能喜欢你。喝了半天，原来是为了一个女人啊！哪家姑娘啊？莫伯，哎，这是？小姐起来了吧？还没有，今日不知为何睡得特别沉，好像昨天晚上没睡一样。哦，夫人听说小姐对上次的乌鸡汤挺感兴趣的，今天给公子送的时候也给小姐送一份。小姐睡醒后你就给她喝了吧。诺。小姐。秀春，什么时辰了？小姐，已经日上3竿，都要吃午饭了。莫伯刚刚端来一份汤，你要不要趁热喝啊？不吃了，没胃口。二小姐，少爷吩咐，小姐还是要多吃才能滋补，所以命奴婢给您带水果和糕点来了。放着吧。我怎么觉得你有些眼生啊？我是新进府的厨房丫鬟，姐姐自然觉得眼生。哦。二小姐，厨房今天买了冬笋，您要不要尝尝？这个时节还有冬笋啊？冬笋在这个季节属于稀罕物，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法子，听说是暖窖里种出来的，稀罕且贵。在江南，平常只有像朱府这样的富贵人家才吃得起，普通百姓可吃不起呢。水果给您摆这儿了，公子吩咐，小姐一定要记得吃。奴婢先下去了。哎，等等，小姐有何事吩咐奴婢？你会做孔明灯吗？奴婢略懂一点儿，只不过奴婢手粗，做的不是很精巧。不用太精巧，昨日云表哥跟我做了一个，我今日还想玩玩，就麻烦你了。诺。小姐，我也可以帮你做啊。你呀，笨手笨脚的，快去帮我把水果洗了。诺。大哥说，
幕府招收的下人都要有自己的身世簿，身家清白的人才能被招进来。你是怎么混进来的？伪造一个身份对朱府这样的大家族来说不算什么，皇宫都不能杜绝外人混进去，更何况是一个幕府。啊，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小姐可叫我小虾。此药服用之后很快就会发作，发作之后五识不通，完全感知不到外面，所以最好有人在身边守着，以免发生意外。幕府将小姐下葬之后，我们会立刻挖坟开棺，用龙涎谷草唤醒小姐。不行，不能在幕府服药。虽然干娘想害我，但大哥待我不薄啊，我不能害了他。那小姐的意思是，找个机会回王府，随便找个理由在王府意外死亡就行了。小夏姑娘，帮我做个孔明灯吧，以免秀春回来她怀疑了。诺。云大哥，云大哥。听闻云大哥要带不弃妹妹去京城郊外马场购马，丹莎也想见识一下，不知云大哥我们方便一起去吗？当然方便，我正要去找不弃妹妹呢，那我们一起去吧。好。丹莎妹妹，你能说一些不弃妹妹在西州府的事情给我听吗？不弃妹妹，她在西州府有个人尽皆知的传说。哦，什么传说啊？大家都知道她是吃过狗奶的。小妹，干嘛说这些？云大哥让我讲的。丹莎妹妹，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她？不弃妹妹在到处乞讨的时候，讨不到饭吃，就会喝大黄狗的奶水，所以她自称自己是吃过狗奶的，整个西州府都知道的。小妹，听旁人说的多了，倒不觉得可笑了，反而觉得不弃妹妹好可怜哦，小小年纪就吃了这么多苦。想不到阿黄对不弃妹妹这么重要。什么？谁？啊，没什么。哦，不弃妹妹现在是幕府的小姐，幸好以前讨饭的日子不会再有了。丹莎妹妹，谢谢你在西州府对不弃的照顾。云大哥这么说就生分了，不弃是我的义妹，照顾她也是应该的嘛。不弃妹妹，不弃妹妹，云表哥在做孔明灯呢。是。不错不错，不弃妹妹的手艺又进步了。云表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你忘了，我今天要去马场购马。昨天你不是让我求表哥答应带你一起去吗？表哥已经答应了，我是特意来喊你的。算了吧，不用了，我今天就不出去了。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让丹莎妹妹给你把个脉看看？也没什么不舒服，就是有点懒，不想动。那你更应该出去走走啦。不弃妹妹，我好不容易让表哥同意的，你就当是陪我出去散散心好吗？啊？小姐，表少爷喜欢上你了。过几天我就要找借口回王府假死了，不知道云表哥会有多伤心。以后我也再也见不到他了。算了，今天就陪他出去玩一会儿吧。走吧。啊？好吧，那我就陪云表哥出去走走吧。好，那我现在叫人去备马。有人跟踪你吗？大小姐，大小姐放心，属下一路都很谨慎，没发现有人跟着。幕府里传出了什么消息？属下根据大小姐的指示，和幕府的人联络，他们说花不弃和飞云堡少堡主今日会去城西郊外的马场买马。等了这么久，终于给我等到了一个机会。
我们还要去招惹花不弃吗？庄主已经对您下了追杀令了，我们还是先避避风头吧。避风头？现在不仅王府、莫府在追查我，连师傅也已经彻底放弃我了。我无路可退，只能放手一搏了。这次我不是要杀了花不弃，而是要利用他去接近世子。接近世子？我总觉得涟漪客的身形和世子陈玉有些像，而且他所施展的轻功也很像花灯节那晚陈玉救下花不弃所施展的功夫。世子就是涟漪客？不可能吧？涟漪客可是干过不少和朝廷作对的事儿啊。所以，如果皇上发现涟漪客就是他的侄子，他会怎么想？大小姐，您确定吗？我猜的对不对？试试便知道。你给我带一封信给世子，就说我在城西10里外小春亭等他。诺。少爷，这是醒酒汤，快趁热喝了吧。小六，你去看看花不弃现在怎么样了？少爷，怎么了？这个柳青梧还敢出现，而且还敢传信给少爷你。少爷，咱们立刻派侍卫去小春亭把他给抓了吧。世人都知道我恨这个私生女，但她却以不弃的名义来威胁我，怕是猜到了什么。小六，你立刻派人去莫府，以父王的名义看看花不弃怎么样了。诺。太医请。还请太医转告王爷，不弃已经好很多了。只是我见他在家里闷了太久，就让我表弟带他出去游玩。还麻烦你白跑了一趟，真的是不好意思。哪里，小姐身体好了就行。在下就先行告退，回去禀告王爷了。云表哥，你们飞云堡真有钱。刚才你花10几万两买马，眉头都没皱一下。哇，10几万两啊！我以前套饭10辈子都讨不到。装可怜。以前的事情啊，你就别想了。以后有我和表哥在，你肯定也是花几10万两银子都不会眨眼的人。殿下很准时。柳姑娘好胆识，难道就不怕本世子来抓你吗？可是好像殿下没有带兵过来啊。殿下请喝茶。哎，平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殿下，你没有被茶水溅到吧？看来殿下的肩伤还没好啊。殿下可真沉得住气，要不是青梧看见殿下奋不顾身的去救花不弃，还真以为殿下会因为王妃而讨厌那丫头呢。柳姑娘在说什么？本世子听不懂。也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那丫头就不会自己坐马车去吗？妹妹觉得云郎如何呀？哥，妹妹好眼光呀。以你我现在的处境，我没心思想那些事儿。而且，我看云大哥也挺喜欢那丫头的。那丫头几个月不见，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哎，小妹，以你我现在的处境，刚要抓住云郎才是。云郎是飞云堡的少堡主，当今4大家族之一，只有抓住他，咱们才能为爹报仇，恢复药灵庄。所以你切莫耍小孩子脾气。要想抓住云郎的话，
就要跟花不弃走得更近，好好跟他相处。好好相处。小妹，大哥说的这些全都是为了你好，啊，听大哥的，好不好？好。驾！驾！咦，不弃妹妹，等天再暖和些，你也跟着一起骑马吧，在平原上奔跑，你就知道什么是自由自在的感觉。不弃也想亲自骑马踏踏春光。不弃妹妹，飞云堡也有马场，到时候选一匹最好的马送给你。等你骑着马在大草原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么的畅快。好呀，云大哥，我也想去看看北方的草原，我能一起去飞云堡玩吗？当然可以，随时欢迎丹莎妹妹。殿下还是不肯承认自己就是涟漪客吗？涟漪客是江湖中的神秘大侠，跟本世子有什么关系？那殿下还记得天门关的事吗？如果花不弃现在在小道上再次遇到伏击，不知道涟漪客能不能神出鬼没的再救他一命。可惜殿下不认识涟漪客，否则青梧就能长见识、开眼界了。怎么了，云表哥？有什么不对劲吗？没事，就算有事，有我在，我会护你安全的。小姐，你别过来！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本世子面前公然行凶！你不怕我杀了你？既然青梧已经是逃犯，情况不可能更糟，何不放手一搏杀了花不弃，以泄心头之恨？哼！倒是殿下你这次可来不及救他们了。要和殿下做交易，没有底牌怎么成？我很好奇，一旦不弃出了这条山道，你还拿什么跟本公子做交易？碧螺天怎么样？碧螺天？我师父每年都会去一个地方，从来不带我和青岩去。有一年他喝醉了，我借机问他去了哪里，他可能是喝多了，无意间说出了碧螺天3个字。传闻得碧螺天者得天下，所以柳明月的快速崛起，是因为碧螺天宝藏。那青梧就不知道了。不过，如果殿下帮青梧当上明月山庄庄主，青梧可以帮殿下查一查。等殿下夺了宝藏，得了天下，不知青梧能否当殿下的皇后呢？柳姑娘不是柳庄主唯一的女儿吗？为何连当庄主之位都要本世子帮忙？难道柳明月会大义灭亲，将你拿去送官？我不是柳明月的女儿，而是她的徒弟。而且，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叫做柳青言。她一直和我争明月山庄庄主的位置。再告诉殿下一件事吧，柳明月的母亲是薛家庄的婢女。和庄主生下了她，虽说是小姐，却遭受到奴婢般的待遇。莫夫人当年灭了薛家庄，也烧死了她的母亲。她侥幸逃脱，后来改了名字，决定替她母亲报仇。没想到柳明月竟是这样的身份。柳明月一介妇人，如此身份毫无根基。却在短短数十年间崛起，这背后一定有秘密。殿下，你不想知道吗？好，我答应跟你合作。
驾。让陈掌柜重新做一份吧。少爷，少爷，王府的人来了。福总管，莫公子，我家王爷托我带来手信一封。王爷可还有说些别的什么？王爷没说别的，只说公子看信便可。告辞。有劳福总管。公子请用茶。青儿，怎么了？青儿在想，大家都说公子10岁便掌管莫府，是少有的神童，却不知公子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知我者，青儿也。少爷，府中几大掌柜都已经到了，正在大厅候着公子。掌柜们是因为光库招标的事情才回来的，我要去跟他们谈一下光库招标的事宜。青儿，你就不必跟着了。诺。观音流通权我已内定于你，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待，好好照顾不弃。慕若飞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将信放在这里，是故意的，还是完全相信了我？后天就是光库招标的日子了，一直没有机会和外界联络，也不知道柳青梧完成任务了没有。如果我还没有完成，他却完成了，这次我就真的败给他了。不行，我一定要尽快杀了慕若飞。公子，难得看你笑得这么开心，是有什么喜事吗？刚刚和各大掌柜聊了一下今年光库招标的事情，只要能拿下今年的标，莫府将更上一层楼。恭喜公子，公子今年肯定如偿如愿，步步高升。说得好啊！赏你的，多去买几件衣服吧，出门也不能太寒酸，对不对？多谢公子。这个药比你之前用的那个好用多了，涂在身上不会留疤的。女孩子家身上留疤总是不太好的。小擦伤。晴儿，看来我小看你了。你究竟是谁？小女柳青言，乃明月山庄2小姐，奉命在招标前刺杀莫公子。你肯自报身份，看来你很有信心能杀了我。公子，这匕首上抹了见血封喉的毒，虽然公子受的只是轻伤，但毒很快就会进入五脏六腑，公子已经没救了。青儿，难道我待你不好吗？公子，你对青儿很好，只是小女身不由己，今日一别，生死相隔。
希望公子在黄泉下不要恨我。庄主，二小姐发来消息，已经成功刺杀了莫若飞。他人呢？从莫府逃出来了吗？还未见二小姐身影。那莫府现在什么情况？一片混乱。快！再弄些水来。大夫醒来了吗？还没有到，已经去醒了。快再去催呀！是。这毒能不能解，就看天意了。一山怕是不行了，我想求娘一件事情。一山，你别怕，娘不会倒下的。娘替你报了仇，就来找你，好不好？后天的官库招标，娘带我去，好不好？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官库、官银、流通权，不要就不要了。娘没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呀，孩子？医生，医生，医生。娘，难道就让那些人得逞了吗？我死都不会瞑目。好，娘答应你，娘答应你。娘，你去告诉那些掌柜，把他们都叫过来，我有话想说。好。各位掌柜，后天的官库招标，我是去不了了。但这一次，tranh夺官银流通权，我早就做好了安排和准备。后天，我娘将会以莫府主母的身份，带我参加官库招标。一山只想请各位掌柜，后天一定要齐心协力地帮助我娘，拜托了。陈掌柜，招标用的银票都准备好了吗？回少东家，去年拿标用银300万两，今年按少东家的吩咐，多准备300万两，共600万两，现银已经入库。再多加300万两，可使不得少东家。可曾记得老东家在世时曾发生过几对风波？拿着当铺票据的人纷纷来挤兑，老东家为了保住当铺，全部兑付。可结果呢，付不出官银流通权的中标银两，还是飞云宝帮助着，才渡过难关。把所有的田产、房舍全部抵押掉。